好，呢套片呢就專登做嚟呢，去揾呢個所謂六壬先師嘅源頭嘅，由呢個唐宋元明都完全揾唔到任何嘅記錄或者個成員記錄，曾經喺呢個世上有活動嘅記錄嘅，周府元志啊小說都完全冇嘅。咁呢，始作俑者呢，我發現呢就係一本書叫《玉雜記》。其實呢呢本書呢就係假書嚟嘅，係託名許真君寫嘅。原來呢清朝呢就係有一個遷界令，康熙嘅時候呢就將嗰啲人民呢，沿海人民呢就遷入內陸30里嘅，咁變咗呢沿海嘅人民呢就會產生好大嘅衝突。好啦，到乾隆時期呢，呢啲人呢就要翻去撤銷咗遷界令啦嘛，為咗防止呢個鄭成功啊、台灣啊同埋日本啊，即係扶桑啊咁其實呢當時呢啲江湖嘅術數呢就有好多呢啲咁嘅零零星星嘅啲占卜方法，唔同嘅名稱啊，有啲叫小六壬，有啲叫孔明馬前課，其實都係一樣嘢嘅，大安流年速起，赤口小吉凶亡，完全係一模一樣嘅。但係有啲咧就叫佢六壬掌訣，有啲咧因為佢係全抄嘅，咁有啲叫佢天光掌訣，你睇到啦，呢個鏡頭出現嘅就係寫到明諸葛孔明馬前課，大安流年速起，赤口小吉凶亡，完全同呢個名稱呢個通書通勝所記載嘅李淳風時課，所以呢就令人哋誤會咗呢個李淳風呢就係六壬啦咁樣，其實唔係，六壬即係古時嘅大六壬。大六壬呢係一種占卜嘅方法嚟嘅，同呢個太乙奇門遁甲大六壬合稱為三式，大概係秦漢時期嘅術數嘅集大成一路發展到如今嘅，同呢個六壬神功係完全毫無關係嘅。嗱，依家睇翻呢本呢係福建咸豐時期嘅一本符書寫明吳氏六壬地理先茅山洞內六壬先師，下邊有李淳風先師噶睇清楚，即係六壬唔係李淳風啦呢個大清國福建睇清楚，寫得好清楚，專登放大。咸豐6年歲丙辰2月1日抄傳子孫神法興，有法名噶係咯，所以當時呢個所謂嘅六壬先師呢，只有一個名號嘅，又唔係叫六壬先師嘅，係叫六壬地理先。而家睇翻呢度係萬法歸宗，清朝一本符書，公開印行嘅符書，一殘本，即係唔完整嘅。咁咧當時呢裏邊呢就有呢條符啦，寫住啦，謹請茅山六壬地理先，吳奉六壬地理先師急如律令咁。隔籬仲有磨光咁呢啲呢完全呢就係而家或者60、70、80年代傳落嚟嘅六壬裏邊嘅內容啦80、90年代抄咗人哋好多嘢啦，就點變啦，變到烏哩馬茶，完全呢度呢就係福建呂山教給出六壬地理符書一道
當時嘅陸任呢係引入去女山教入邊嘅。最早嘅陸任符書呢可以數呢本啦，係乾隆時期嘅，當年只有烽火丸。好清楚，乾隆丙寅臘月，弟子來國鄉記。當時呢係冇人識咩叫陸任啊，完全冇人識嘅。點解呢？有證據。七日教共小教大教或學49日，寫到明碟版。冇人知嘅陸任係咩嚟嘅，所以佢就要或學49日用嚟介紹啦。因為冇人知咩叫七日教啊嘛，冇嗰陣啲人咁以前啲人耕田嘅啫嘛，你咁快做咩啫？係嘛？49日都唔係耐啊！以前嘅社會係嘛，又冇娛樂係嘛？呢度寫啦，大陸任係陸任神課，簡稱陸任係中國占卜術之一。大陸任與奇門遁甲、太乙神數並稱三式嘅術數。文人雅士啊、皇帝啊、唐宋之間好中意研究呢種術數嘅，同民間嘅陸任神功完全冇關係。睇翻呢個天權地君子貴人天羅地網主上前啦，啲局內人應該好清楚啦。呢個某名人畫噶啦，啲公開流傳噶啦，網上隨時都可以揾到噶啦。但我揾到古本喎，呢個江湖古本喎，江湖全抄古本，你睇下啦，完全係差唔多嘅。天權地君佢原出係乜嘢呢？原來又係呢個萬法歸宗裏邊。雖然啲字係錯，有少少錯。好啦，講翻呢個八仙咒，八仙咒證明呢個陸任究竟嘅來源喺邊一度呢？咁樣睇清楚呢個八仙咒八仙咒唔使我念啦，好清楚啦。如果係當事人嘅就係嘛，呢個又係某名人嘅符書啦。呢個係洪門黑社會19世紀乾隆廈門即係福建呢個腰牌，即係身份證啦，黑社會身份證寫住千變萬化，專登寫錯嘅，佢係萬千專登寫錯嘅。頭先嘅就係專登將八仙咒調轉咁一個框咁喺外圍寫，同陸任嘅八仙咒呢係只係差幾個字嘅啫。咁學符嘅都知道啦，有啲符書都係專登寫錯嘅，因為怕流咗出去，都係專登講錯，專登寫錯，嚟保護嗰啲符書。如果你係個中人咧，你一睇就知啦。而家鬥翻正佢，福建洪門八仙咒同陸任嘅八仙咒，你比對下，編排完全一致，只係差1-2隻字嘅啫，證明咧呢個陸任咧係原出福建洪門嘅。所以陸任話拜五祖呢個絕對就唔係全真嘅五祖啦。你拜咩全真五祖啫？你係唐朝噶嘛，全真教都未有，曹國舅都未得到，曹國舅係姓宋朝嘅人，係嘛？韓湘子係唐朝末年嘅人，你都未出世，點樣去集齊八仙咒啫？八仙咒係《東遊記》裏邊定型嘅八仙過海呢個神話故事，係一本小說嚟嘅，所以有呢個八仙咒啦。所以結論就係陸任嘅五祖就係乾隆時期福建洪門堂主後五祖嘅李式帝，陸任就係洪朝清朝時候嘅創作啦。因為太多人抄咗我嘅嘢走去出書啦，所以咧就整個乜頭啦。咁今日係講到呢度，係咁多噶啦。好，再會啦。